不知陈大人该事后处置这负罪之妇。恩姐，当年陈奎是不是得于恩姐，又来今日之公义成全？常言道，滴水之恩报以永绝。李凤鸣虽然吞赃枉法，姑娘他是恩姐的同胞兄弟，你将他关将一剑，一座金戒，也就死了。要是他不是我的同胞兄弟呢？恩姐，我知你十几年来思念凤鸣，积郁成茧，好不容易今日亲征断局，与你保卫良情，也是圣旨长情哦。圣旨长情，难道在这官场之中，吃了金庭，甚是神经？这一次神经，仅仅